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？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？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还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心，不算相见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这位是月姬，你们的确曾经见过。但是现在来看，他似乎一点事也不记得。这是药人。是的，我遇到他和明侯的时候，二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现在虽然没死，却完全失去了神智。现在应该只听你的命令行事了。他想救回自己和明侯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可惜那门武功我已经用不出了，不可能再帮你一次了。至于你，现在可以说说为什么要来见我了吧？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。看似是一个诗酒盲业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暗自发展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也有不少你的安排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打算以我为傀儡，彻底的掌控天外天，乃至整个域外。对，你没有说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平定了天外天的内乱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希望与你结盟。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可我的母亲姓易，所以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这么说，你是想用亲情来感化我？那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入过佛门，4大皆空，但是争夺天下什么的，似乎也很有趣。我是个和尚，不能当皇帝，但亲手帮助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需要你帮我。白王萧崇在追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。所以，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那个人，莫非也姓萧？是。萧瑟。不管他现在叫什么名字，反正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之间情谊很深？是，我们是朋友。我的朋友很少，他算一个。但你放心，你的请求我会答应，只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我会保证白王萧崇没有办法得到的，但是你也得不到。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那我这就前去，但需要有一个人相陪。你要带他走？我与他也有一面之缘，看到他如今的样子，
有些可惜。你不妨把它交给我。好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去天启城找你。记住，他们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他们来了。是，真的要出手。下雨了，细雨杀人天。暗河之所以100年来能够成为江湖上最让人生畏的组织，便是因为它藏在暗处。如今我们做的，却是要让暗河暴露于天下人眼中。这样，即便最后能够获利，但是代价也很大。这种大事不是我该想的，或许大家长有想过。你是苏家的家主，你的话同样有分量。你没有劝过大家长吗？我们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。唉，现在你要去杀那2个年轻人吗？以你的实力，有些大动干戈了。他们是变数，不过杀他们不是我的任务。那你，我会连夜取道南下，拦一个人。乱世要来了呀！放心吧，我用天外天的秘术封住了你这美人的心脉，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这美人，天生心脉就不全，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。别你这美人我这美人的，叶若依是雪月城的客人，仅此而已。而且，这可是雷师弟心心挂念的梦中人，你可别起什么误会。那傻子情窦初开了，有趣，真想快去见到他。大将军叶小英之女，叶若依是吧？这个女人不简单呢，雷无节可要倒大霉了。你答应过3世尊，回你的天外天去。对啊，我回天外天了，这不回来看一下老朋友吗？强行没说这也不行吧？你别瞪我了，我这次要是不来，你们就要死了。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上面写着，你们在唐门遇到了伏击，请求协助。信哥说，他原本要飞往天启城的，只是被我中途截了下来。你能和信哥说话？天地万物皆有灵，我还能和草木鱼虫说话呢。那信哥还说什么了？哎，你师父是不是一直让你在雪月城里等一个人？永安王，萧楚河，你已经等到了。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？是那只信鸽告诉我的。我信你有鬼！明侯，这是不是明侯。这人什么来头？你要不要问问那只信鸽？说的有道理，刚刚不该把他放了的。好强！能做到这个程度，
又是使用如此巨剑之人。我只想到一个：穆剑仙，严战天。黑衣小子，你们刚刚说的我都听见了。既然遇见了，你们就和我一起走一趟唐门吧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入江湖就要遇到这种绝世高手？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！你带着叶若依先走，我刚刚才压制住他的伤势。如果再经历一场大战，怕是神仙也救不回他的命。我来拖住这个人，你可以吗？如今的我，比起那日佛国一别，可又要厉害了很多呀。那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这唐莲，怎么几个月不见，就变得不老实了？不是不老实，只是要随机而动。不是随机而动，是随心而动。唐门还是雪月城，你的心需要早日做出选择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，没错，都是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。叶鼎之的大家业长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有点难度哦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，有趣的变化。不过就算是佛陀，也顶不住我的。你入逍遥天境了。入了逍遥天境又如何？面对陆剑仙这样的前辈，还不是只有挨打的份。传说陆剑仙的剑招只有30，不知小僧是否有这个荣幸，能见到这3剑？你想见我的剑？也好，你有这个资格。第一剑，怒拔剑。陆剑仙这一剑杀意很重啊。不错，我确实想杀了你。为何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蠢了？是了，动手不留余地，杀人不问是非。陆剑仙杀人，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理由的事。非要说理由的话，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没和你老爹交手。所以就来欺负我这个儿子，这不是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，你想杀我可不容易。哦，怎么不容易？因为我会跑。虞姬，快跑啊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的。跑！哼！第二剑，怒剑斩！不要回头！无法无相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吗？好，前辈谬赞了，还不够好，下次会更好。有趣的小和尚。